一开始先来关心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争。在战会无前，根据法新社、路透社公布10月13日天采访记者上磅的调查，有一大阵记者团去予以色列的战车攻击，造成伤亡。一寡国际媒体是批评以色列是挑故意。10月13日，黎巴嫩南部往以色列边界阿马阿沙布，一阵穿明显是由 Press 红船港的国际媒体记者来报道以色列军方甲黎巴嫩民兵组织真主党伫边界交火进行。哈斯互相向来炮火轰炸，骂出连续垃圾灰。We were maintaining safe distance from the front line. So basically, we were in a really safe. We felt safe. 阿斯受烫伤扣回一名路透社点名记者阿布杜拉无这样兴奋，已不幸殉职。 It is inexplicable that a group of journalists, clearly marked as press, doing their job, could be targeted in this way. 路透社采访30位政府安全官员、军事专家、法医、律师、医护甲现场的人，调出事发经过。迄时阵有北京媒体提供数点钟影像档，加攻击前后数百张相片，有高解析度卫星影像，佮摄取现场证据，车顶的炸弹碎片、相机架，还佮有一大地金属。上荷兰国防独立分析结果。We condemn Issam's killing, and we call on Israel to explain how this could have happened. 路透社知影，战车炮弹是为以色列境内发射，向以色列国防军问更较侪问题，包含因是毋是知影向记者开火。I'm not familiar with these specific reports. We target Hamas. We do not target civilians. 国际人道法禁止攻击记者，新闻媒体人员免被看作是军事目标。专家表示，这证据显示以色列明显违反，也可能犯攻击百姓战争罪。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